你講，呢度係中山版嘅朗豪坊，冇得你唔信啊！你睇前面就係中山利和雙子塔，呢度就係中山石岐萬象匯，隔籬仲有10幾年嘅商場假日廣場，喺呢度真係非常方便啊！想去邊度行就去邊度行。呢度係中山石岐市中心，位置相當好，一落樓就係地鐵站，明年就可以通車，半個鐘就可以去到珠江新城啦。屆時連車都唔使買，都唔使打滴滴啦。住喺呢度，你朋友過嚟搵你玩就更加方便啦。永東巴士直接開到你屋企樓下呀，你睇定時間慢慢過嚟，接上佢入去入邊，長溪揼骨，一條龍幫你安排好晒啊！咁靚嘅位置，5星級酒店當然必不可少。喺上面空中自助餐、室外游泳池、健身房，配套非常豐富，應有盡有啊！我而家就喺小區門口啦，實測一下去到直通巴士站點需要幾耐時間。嗱，呢度就係直通巴士站點啦，喺呢度坐車就可以直接返到香港啦，1個半鐘就可以返到香港，荃灣、太子、屯門，返香港真係話咁易啊！而且對面就係商場啦，等車嘅時間都可以去飲個下午茶啊！小區內部打造咗8500方精緻嘅立體園林，一步一景，星空游泳池、兒童遊樂區、健身空間一應俱全。隔空層設有全名店休閒會所，無論係會客、閱讀定係家人休閒小聚，都有舒適嘅空間。而家正式進入主題啦！125方全新家推做到3房2廳2衛，樹廳嘅設計顯得係非常大氣。呢邊擺咗個 L 型嘅梳化，都仲有位行啊！最誇張嘅係呢個露台，一邊飲茶一邊嘆，退休生活話咁易就擁有啊！L 型廚房設計，同時容納2個人喺度切磋廚藝都係冇問題㗎。餐廳呢個位置擺咗個中島台，坐6到8個人同時就餐。再嚟睇下休息空間，動靜分區，互不干擾，每間房都係四正正，通風採光一流。住喺呢度，步行5分鐘就到中山市人民醫院啦，退休人士最安心啊！而家港澳人士買內地物業呢，仲可以申請內地銀行按揭，首付15% 就可以輕鬆上車啦。最緊要嘅係而家地鐵未通，樓價未癲，係入手嘅好時機嚟㗎。咁好嘅地段，咁好嘅物業，你仲喺度猶豫緊咩？快啲讓我嚟睇樓啦！有興趣嘅評論區留言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